来恭守上帝的话，咱今仔日要讲他的圣经节是记载伫罗马书第6章第3节到第4节。罗马书6章第3节到第4节，咱来最近来读，请。那道理毋知，我这受洗归日，耶稣的人，就是受洗归日伊的死吗？所以咱接着洗礼为日死，甲伊同埋葬，是要咱行有事为人，拢有新生的验证，亲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，对死人中搁活。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，咱今仔是请咱的蔡宗罗牧师，来为咱来讲道。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本色，基督徒本色。咱请蔡牧师。兄弟平安。恁捌看过我无？当时是倒位？台中啊。有人讲北投啊，北投下骹是倒？北投下骹是倒？南投啦。恁捌伫咧当时看过我？恁伫当世教会主会吗？你们什么时候看过我？当时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现在，你用哪一个眼睛看到？你有几只眼睛？真的吗？基督徒有几只眼睛？我伫咧2023年5月有来过，为着玉山神学院。嘿啦，对对。牧师你无讲，阮都无记咧。2年前的代志，你搁问对无？2点钟之前的代志都袂记咧，搁讲2年前对无？所以呢，感谢恁会袂记哩。我定定咱姐妹牧师咧入驻神学院教册，我是伊的学弟，我嘛伫遐教册，所以我定定甲学生讲感谢恁，因为我大概讲啥物，因拢讲牧师恁哪有讲过？讲10摆啊，伊嘛讲你无讲过，感谢恁的无讲过，我就这样直接教10几年，但伊会当讲共款，所以我今仔日讲的，甲顶一届来所讲的，恁拢袂记咧，搁叫我讲共款，恁搁袂记，搁叫我讲无共，恁是较无良心呢，对无？你应该讲啊，你袂记哩，牧师请你搁讲1摆，对无？安尼毋才对，对无？哎呦，真正曾牧师甲林牧师足共好伫恁中间，我为着因来小可共好一下。所以我即届所讲的，甲顶一届所讲的，你若袂听，咱知影啦。真诶吗？你有听过？我讲啥？无共来，一样的举手。认为一样的举手。认为无共款的举手。无举手的举手。无怪咱台湾袂进步，就是拢无举手的。我讲的题目共款，但是内容无共款。小可复习一下。我顶一届伫咱中间，咱用基督徒本色、基督徒本色这个题目，其实这个题目真宽。基督徒本色，我顶届佫问过，咱中间有客人无？有哦，对倒来。汉英也去啊？来位来。斗六的啦，斗六的客家人哈，咱有听过一首客家歌，这个
客家本色有无？会晓念的。东山过台湾，莫半点钱。啊对啦，无讲毋知，讲就拢知。啊，其实到底你是知也毋知？啊知啊，哎呦，那无通大啊！伊这首诗在念讲，客家人的本色是什么？特色啦。啊，阮足困欠的啦，阮颔骨啊足硬啊，硬强精神啦。哦，即阵客人做伙时阵，你我来自无共款，你对西烟，我对即个无共款的所在来，苗栗、后埔啦，毋是恁的后埔，是屏东的后埔。哦，无共款所在来的即个汉人啊，无论你对倒位来。咱拢有一个共款的特征，咱拢有一个共款的特色，就是咱拢真困欠，咱拢真硬强，对无？那用安尼的角度来讲，基督徒无论你对倒位来，你对倒一个教会，你对倒一个中会，还是你对美国转来，是恩惠吗？哦，毋是恩惠，毋是恩惠长老教会吼。好，无要紧，无论你对倒位来。无论你对哪位来，你对倒位来呢？咱基督徒有共款的特色，共款的特征。头一个是啥物？会记得未？会记得啊？头一个就是上帝啊！若无你，就无阮。会记得咱顶个做伙过红海有无？对出埃及到伫红海，到伫红海花，因伫迄个红海花的中间。大家伫遐唱歌学罗上帝，因为即款的代志毋捌拄过。有人经过红海无？有人行过海无？咱台湾人足爱海对无？你有爱海无？有无？你爱啥物？你晓受水袂？袂晓。啊，袂晓，你敢爱啥物海？是敢若爱食沙西米尔啦，对无？对吼。你较有年岁，毋通食迄落鲑鱼啊，伤油啊。以色列百姓因足无爱海，因足惊海，所以当因行过迄个红海，对咱来讲，咱无迄个体会。对咱来讲，海对咱真意爱，咱真爱即个海，因为咱四围拢是海，真自然。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海伫约翰福音，特别伫迄个所在写加利利海，亲像无地坑啊！加利利海用咱的观念来讲，加利利海就亲像咱日月潭共款一个湖啊，内陆湖。内陆湖会不会起海啸？应该不会。减2个字，再减2个字，搁减2字，不会。日月潭会起大涌未？你捌看过无？咱敢若听过日月潭无水，咱无听过伊做大水，对无？所以内陆湖袂起大水，袂风安怎大，伊嘛是袂起大涌。但是小可涌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就是真恐怖啊！所以咱看到遐耶稣学生，哇，惊足惊，大涌、野涌、花吼。对咱来讲，小可代志，但是对因这惊海的人，既然会当行伫海底，圣经写讲，因行伫海底，好亲像行伫大地，毋那是陆地尔，大地大的，即个海要伫短时间中间开，而且佫成做大地，有可能无？对咱人来讲，真正无啥可能的代志。对因来讲，搁较无可能。咱今仔日是圣经公会纪念主日，咱讲到读圣经的重要，就是讲咱无进入迄个中间，总是咱伫圣经的中间，爱去想看觅，是因咧过红海，还是咱咧过红海？是以色列百姓过红海，还是咱过红海？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嘛，所以是因咧过红海嘛，甲咱无关系嘛。所以圣经是写因的代志，毋是写咱的代志，对无？对嘛吼？对。过红海进前咧，
过红海进前，伊行伫旷野，好不容易啊，因伫埃及做奴隶做偌久？400几年，400几年，415年。你们教会的版本跟我不太一样，那减15年，因伫埃及做奴隶做430年，你即马几岁？78，好啦，算你80啦。迄小姐吼，小姐很奇怪哦，查某人我逐摆来邦桥想到一首歌，什么歌？火车火车就叽叽叫。小等下，你跳伤紧啦！几点啦？几点啦？几点到邦桥啊？几点？啊？版本不一样啊！几点啊？6点10分啊，6点10分就到邦桥。邦桥查某是水国笑，转来去卖某来互伊招，来互伊招哦。我大概讲到邦桥，我就想到这首歌。拄仔先讲到这，你80岁好啊，70万好啊，因伫埃及做奴隶做430年，几代，80岁一世人拢是奴隶，400年，430年，因老爸是奴隶。因阿公嘛是奴隶几代？3代啊，3代几年？才240啊！哦，再往上嘞，太祖过来，卖国顶下，对下骹是恁囝嘛奴隶嘛。所以因伫埃及做奴隶做啊久，上帝互因伫遐尼久的时间了，互因出埃及，好不容易互因得到自由，然后行伫旷野，第3天就无水通啉了无？无水通啉，因讲做啥物代志？无水通啉做啥物代志？用叫的哦，叫摩西哦，叫摩西去祈祷哦。所以恁顶工拄着代志时阵，叫牧师去祈祷，对无？长老袂使，长老会使袂？谁来叫摩西？因敢是叫摩西去祈祷？毋是啊吼，讲伤紧啊啦。迄是因的代志对无？因伫旷野无水通啉，无水通啉好惨是啥物意思？无水通啉好惨就头前佫拄着红海，因惊海，因就头前无路，后壁追兵。头前无路，后壁追兵，你捌拄过无？毋捌拄过啊？毋捌。头前无路，后壁追兵，就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拄着代志啊，无法度解决啦嘛，对无？啊，你有捌拄过？拄着有代志，无法度解决无？有嘛？所以是因拄着代志，还是你拄着代志？所以是因的代志，还是咱的代志？啊，恁拢退休啊嘛？退休较惨对无？对啊，退休较惨啊！上班的呢，上无够薪水条领，他薪水无起。物价一直起，活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拄着困难对无？我退休，我退休连薪水嘛无，免得起，连薪水嘛无头领，物价阁一直起，这是要安怎？这是要安怎？恁拢一直点头是啥物意思？叫牧师去祈祷。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，你就变做你无是毋是海葬，无是土葬对无？后壁有追兵啊，后壁追兵来，你若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卖走，啊，你就横向抬起就土葬嘛，对无？啊，若顺其自然就走嘛，走到海嘞，海葬啊，你要选倒一个？我拢会晓，我拢办过。摩西啊，你是嫌阮伫个埃及无啥会通待哦，佮挑工带阮出来食，有无？是毋是甲摩西埋怨？对嘛？我们圣经版本终于一样了。
头前无路，后壁有追兵。头前，咱讲用咱来讲，物价一直起，薪水拢无起，咱拢做啥物？你讲以色列百姓埋怨骂摩西，啊，恁呢？咱呢？骂政府，你骂倒一国的？你骂美国的？我逐摆来咱遮拢有对美国转来，真好。啊，圣经咧写的是以色列人的状况，还是咱的状况？咱的状况啦。咱虽然无摩西头骂，对无？骂政府啊，敢毋是共款是骂嘛？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摩西就是带因出去政府，敢毋是？对嘛？所以圣经毋是因的代志，圣经是咱的代志。所以读圣经爱进入内面。假使我若拄着即个情形要安怎？我问你，你顺其自然，有顺其自然无走的，做伫遐做土葬；有顺其自然就走去的，做海葬；有顺其自然走倒去埃及的，有无？有无？有嘛，就是你嘛，对无？无要紧，我甲你做看。若是我会走转下去，有人会走转去袂？虽然圣经无写，但是照人性来讲，有人会走转去啊，会袂？会吧？要走转去举手，举手啊！毋是人要走转去。后摆做兵莫甲伊做伙，伊会甲你骂。伊讲要做伙走毋走，啊要举手，啊你要走对无？你要走对无？你要走转去对无？啊，无爱走的举手。恁是50斤了啦！啊，举一个手遮困难吗？恁3楼都爬起来，搁举一个手较困难。哎哟，歹势，无一个长老教会牧师遮啰嗦的对无？所以恁长老教会要死啊！问题不会答，怎么会活？要食无？毋食。要食无？我无爱食。啊，你无爱食要活？我嘛毋知，对无？有人会走转去，有人骂摩西，有人骂政府，所以圣经毋是因的代志，圣经在写的就是咱。你我咱每一个就是有这个现象，因为咱拢是有罪的人。以色列百姓嘛是有罪的人，咱嘛是有罪的人。有罪的人的反应拢共款。罪人的工作就是，罪人的工作是什么？犯罪。所以咱是罪人的地位，所以咱的心思意念就是罪人。圣经嘛是甲咱写讲，因是罪人地位，所以因有这反应。罪人有这个反应是正常的，咱甲伊共款，拢是正常的。是安怎？你是亚当的后裔，你为什么是亚当的后裔？你有想过这个代志无？我知影恁无想过，我甲恁讲，有一天吼，定定，恁知影一种人骗物件的，物件去互骗，就定定去互骗，什么人你知无？什么人？恁拢捌？迄个人就是牧师。牧师，我破病咧，甲我探访来甲我祈祷，哇妈，半暝3更嘛走去对无？对。恁教会牧师足歹做。去咧，祈祷啊！你著牧师啊，祈祷哦，我若了祈祷啊，我若好哦，我一定去教会啊。我若好，我一定去服侍上帝啊。啊，叫好咧，好了咧。当然，要记你啊，所以牧师最好骗对无？啊，你另外佫叫伊去，伊会去袂？嘛是去啊，佫足好骗，佫足爱哄骗。所以牧师拢食哄骗膏的。哄骗膏红牛粿无共款无？这甲今日讲道无关。牧师啊，我吼即摆你互我5年就好，我先拍拼，
事业有成，我一定来奉献上帝，服侍教会。结果5年还未到，伊就退休啊。退休了，我讲啊，你已经退休，你就来教会啊！啊，无啦，我即马吼过孙哦，哎呦，过孙我还好。伊讲我即马咧，我即马爱门诊啦。当时爱门诊啦，当几点啊？拜几都一礼拜7天排8个门诊啦。我讲你迄个时毋是讲要退休要来服侍教会，那到尾也变做来服侍。恁遮病院都是间亚东嘛，恁拢股东，你知无？嘿哦，那你拢来服侍教会，结果你来服侍病院，啊，牧师阁强骗啊，敢毋是？所以牧师足好骗，嘛是足爱互骗，对吗？毋对。以色列百姓伫迄个中间，罪人所做的、所想什么思念就是，所以咱拄仔讲到这个门诊啊，你一礼拜看8个门诊会乱去，会乱去袂？加减乱嘛，对无？哦，今日要看喙齿，结果你走去看目睭迄科，结果你走去目睭迄科呢？你走去目睭迄科，逐个目睭拢暗掉。白内障嘛，开刀嘛，拢暗掉对无？啊，敢若你看下海，你逐个拢暗目睭，你看下海，所以你会发觉讲，走毋着去，所以你就走去，就走动去起溪，去到起溪，你看着逐个拢看下海，你就感觉讲，对啊，对啊，对无？对嘛？所以你看你隔壁的，小看一下，你隔壁的，你甲伊有共款无？有看下海无？无哦，伊无看下海，但是你安尼看你隔壁会讲白沙袂？毋知？安尼，你隔壁会埋怨袂？会袂？你要听过伊埋怨嘛？政府嘛，牧师有无？有无？我甲你讲，恁讲来，恁开始恁就会开始埋怨啊！哎呦，这楼梯哪悬啊，变哪会去啊？对不？你看到你旁边的人跟你一样，同样的镜头，拢看会海，拢共款会埋怨，表示咱是共一族的，对不？咱是共一溪，对不？所以你看到你甲以色列百姓共款的埋怨，你甲以色列百姓有共一溪无？有嘛？你有看到夏娃、亚当、夏娃，你甲伊共款有无？有无？有无？所以你是毋是亚当夏娃共一族的？虽然你毋是生的，但是伫即个属灵生命源头落来，咱就是甲因是共款是罪人的即个族类啊。所以你莫讲我无罪，迄首歌安怎唱？没有罪，没有罪，杀人放火我不会，偶尔说谎溜了嘴，天下乌鸦。有这首歌吗？有啊，我这个年纪的，这好像讲我很老一样，不是少年，那是天韵唱的。我们跟亚当夏娃是一样的罪性，你看到一样的罪性啊，我跟他是同一国的，我跟他是同样是罪人，对不？所以伫即个共款是齿科的，大家拢承认我喙齿疼，大家佫会比的，对无？比啥物？啊，你捌2起，无人我讲一届捌8起啦。啊，你会比袂？你甲阿东会比袂？袂比。但是耶稣就是要救这个捌8起的人啊！你讲我真牛，我需要来病院创啥？我就是知影，我需要啊，我毋才会来。所以咱今日看到另外一个代志，我拄仔讲的，我拄仔所讲的，就是我2年前所讲的。我即马才开始要讲，今仔日要讲。伫圣经内面有一段经文，本来
我想要用念的，但是我想互大家看，咱做伙来看。路加福音第5章的第1节，第1节到11节，我读就好。有一摆，耶稣徛伫革尼撒的河边，有一人围过伊要听上帝的话。伊看到2只船停伫湖边，掠鱼的船离开咧洗碗，咧洗网。其中有一只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迄只船，叫伊会小寡离开岸，然后坐落去，对船顶驾驶人。耶稣讲煞对西门讲，甲船会去较深的所在，拍网落去掠鱼。西门应讲：老师啊，阮拼规暝拢掠无啦。毋过你著安尼讲，我就来拍网。因一个放落去，网着真侪鱼，网煞强要离去，要破去。因下手叫别只鱼的东坡来斗相共，斗骹手，因就来将鱼缀满2只船，到底要沉落去。第8节，彼得呢，一个看到。就感谢主，上帝啊，耶稣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我掠到遮侪鱼，是毋是？伊讲啥？主啊，请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西门甲伊的同伴，因为掠到真侪鱼，就欢喜。西门的同伴，西庇太囝雅各甲约翰。嘛真欢喜，耶稣甲西门讲：免惊，对今开始你好赢啦。因拖船划化了后，将一切放落去开餐厅。恁哪咧笑？恁咧笑啥？今仔日，咱看到一个情景，耶稣徛伫革尼撒的湖边，徛伫迄个湖边，伫遐教士人要讲道，要讲话，众人围过，要听上帝道理。头一句话就互人感觉足奇怪的。众人围过，你伫你印象中间，众人围过，客来客去是啥物代志啊？感谢上帝，我伫长老教会，莫讲遐久啦，定定是无共阮教会讲道。咱教会算头一排有人坐，袂歹。有的教会敢若坐头一排叫耶稣教呢，无咧围过拢坐足远的。你们等一下第2堂可能就这样吧。伫你印象中间，众人围过是啥物代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时候的情况？大家会拥挤来挤去，围过要听上帝，不是要听围过什么代志？周年庆对无？对嘛？还有咧，听音乐会，客来客去，嘿，买票的时阵，你去迪士尼是不是一样？是吗？围过，还有什么时阵围过？菜市啊，客来客去。过年的时阵，平常时无，过年才有。啊，过什么时阵？来，你喙齿疼来讲者。什么时阵会围过？伊毋是咧拄久啦，真正专心听，听甲闹会害。我会记得30年前。我在邦桥教会服侍的时阵，迄阵都多咧起捷运，我拢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他请我咧读捷运，恁咧坐，啊，恁来感谢我，我咧啉奶。迄个时阵曾某书伊嘛袂来，所以是我咧啉奶，伊嘛无啉奶，伊嘛捷运。迄个时候就真委屈，文化路真歹行，要来毋是走文化路，无就只走。
到倒位？对新南医树林要来遮，毋是走文化路，足歹势，无爱走5股工业区，对工业区撞出来，对无？众人话课时阵，什么代志？你会记花博无？你捌去看无？有嘛？花博跟迪士尼一样啊，不是花钱找罪受。迪士尼排队排了很久，哇，好不容易排2个小时，行到要死。你是头壳有问题吗？去行到要死安尼。所以众人话课对人性来讲，拢毋是好代志。花博你所看过遐个花，倒一蕊今仔有伫个？所在嘛无去啊。有啦，所在佫伫个啦，但是遐个花，遐个。所以头一句话，耶稣伫迄个所在伫讲上帝话。既然有人话可以要听上帝话，这就真正特别代志。所以耶稣就看到因的船，你个开我就要摔落去湖水底啊！伊就讲来，我徛来船顶，你甲刷去离岸一点。耶稣伫遐讲到，即件代志是我伫圣经内面对路加真无谅解一件代志。耶稣伫遐讲到，大家足爱听。恁有爱听牧师讲道？小心，恁有爱听牧师讲道无？上帝话是无好听的，上帝话讲你是有罪，上帝话是讲咱着爱悔改。上帝话，那照圣经来讲，真少人爱听。罪人来讲，上帝话就无爱听，会插。耶稣伫遐讲上帝话，既然大家爱听，我就想要知到底耶稣讲什么道理。我后摆就讲这个道理，大家就爱听啊。既然路加无记载呢，路加竟然写讲耶稣伫遐教示人，然后就无啊。应该甲内容写落来嘛，写落来伊无写来，是因为后壁佫发生一件佫较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因伫迄个所在咧洗网，规暝拢掠无鱼。耶稣就甲因讲：来，西门，我你讲，你甲鱼船吼驶去较深的所在，遐掠鱼，遐一定掠有。即马真侪教会咧解说这个经章。伊就讲啊，你们要得人如鱼啦，你们要往水深之处啦，要换新的方法啦。圣经敢咧讲这？耶稣甲你讲，卡叔讲今仔日耶稣来遮，耶稣讲来，张牧师你徛边啊，林牧师你边仔坐，蔡牧师你涂骹倒，吼，我来替你讲道。我讲好，因为啥咯？耶稣是专业的啊，对讲道，阮直接讲耶稣的道理，耶稣就来啊，耶稣的道理，所以耶稣讲的一定比阮较好，所以我就讲好，耶稣你来，既然你讲来啊，若卡叔讲，咱等有爱餐无？无嘛吼，我迄讲吼，因为我袂晓煮饭，但是咱即马所做的代志，就是为着10年后你开始做准备。你即马所做的代志，就是为着10年后的你开始做准备。你即马开始运动，是为着10年后你无爱肌少症。你即马开始食补，为着10年后你无爱骨质疏松，对无？所以我为着10年后我开始去学煮饭，所以我去学煎鸡腿。哦，煎鸡腿啊！煎鸡腿，你会不会？你会吗？10年后你不会饿死，我会饿找你好了。因为我总是爱为着家己做准备嘛，无人要煮我食的时阵，我家己会当煮嘛。哦，所以爱讲大家，我就会当甲妇女团体去讨论安怎煎鸡腿。意思讲是一节啊，我要食鸡腿啊，即摆我会当煎啊，所以。煎鸡腿免得出油，
煎鸡腿的时阵，免啊互伊出油，甲放下就出油吗？放下就出油，皮会出油。我甲恁教搁一招好无？你放落了后，用一个鼎滴一个水，搁甲滴落，滴2分钟就好。只是摕起来规鼎拢油，然后你就开始炸鸡。那个油可以用炸的了，不是煎的了。所以我想要讲这预备10年后只吃鸡腿。目前我只会煎鸡腿。耶稣若来，耶稣讲：“我来替你讲道，天国的道理。”你讲好好好。耶稣若亲像我拄安尼来甲你讨论讲鸡腿安怎煎，你会讲好无？会袂？会吗？耶稣呢？耶稣的职业是啥物？耶稣的职业是啥物？耶稣的地上的工作的职业是什么？耶稣没有传福音啊，耶稣地上的工作他是木匠啊，对不？伊做肉的啦，彼得是掠鱼的啦，做肉的甲掠鱼的讲，迄个所在较侪鱼，你骗笑的，是我掠鱼啊，你掠鱼，对不？所以这件代志嘛，互我足惊呀。彼得甲迄是咱想讲哦，耶稣讲的拢圣迹，所以耶稣讲我要去。无咧，彼得讲啥物？老师啊，阮通暝啊，规暝着无，掠无啦。啊，你一个目睭，我专业的呢，我专业讲我都掠无。啊，你目睭呢？啊，你讲去起掠，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搞错？有啊，谁搞错？圣经写错，耶稣搞错，耶稣。当然，你别讲耶稣是神，耶稣是上帝，伊啥物拢会晓，当然会当来讲。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伊是目睭啊，啊，必定用人的角度去看，应该听我的，不是听你的。总是因为你的话，所以阮就去。因就掠着足侪鱼，圣经写讲伊船叫要沉落，网叫要离去，咱就跳较紧的。讲到后壁，伊佫讲了。可能爱搁2点钟，恁就爱煮爱餐啊！我煎鸡腿互恁食，所以你嘛互牧师骗。看到一个神迹，抓到很多鱼，所以我在后边念的。当你看到这现象的时阵，掠到真侪鱼，耶稣啊，咱来去迄个，恁遮边仔是啥物？淡水河，真远，咱来大场订就好。啊是过去放假迄边，咱来开餐厅，你负责进货，我负责煮菜。因为咱知影嘛，开餐厅上重要是啥物？食材嘛，你成本，你这物件来生，你餐厅就。生意就好，哦，当然煮的嘛是最重要啊。但是你臭臭的，你臭生的鱼要怎煮？所以源头真重要。所以耶稣啊，你看，哦，你一个目睭尔呢，目睭都让掠这侪鱼呢，哦，厉害！你这个什么斜杠人生？哦，来你负责掠鱼，咱来开餐厅，都一世人都真正好。来信耶稣真正好，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规个礼拜真正好，掠鱼掠真多。耶稣，你伫我尊敬，我就鱼仔掠袂完，毋是不怕风浪。人的想法是安尼嘛？敢毋是？哦，耶稣，你既然遮敖，安尼咱来做伙来。然后呢，恁捌看过电影？毋是恁捌看过电影拢安尼演，要去找寻宝有无？啊，不管是即个印第安琼斯啦，吼，迄种电影演到尾有一个特色，大家即个咱人性拢共款，夫妻可以
同林鸟，哦，灾难来了各自飞，不是啦，夫妻可以同苦啦，哦，特别是咱台北县的对不？台北县的啊，台北县的顶一代啊，大家拢对南部起来三芒大片啊，对不？哦，真迄落，真拍拼，大家翁仔某三天兄弟姊妹拢叫过来，大家三天可以共苦，人性呢不能共甘呐、大家好牙了咧，开始庆婚啊，对无？日子好过了后，就开始庆婚，所以大家要去找迄个保障、寻宝，大家开始毋知哩，都哦，大家拄着足侪困难，开始去找，互相三天，找着了咧，好，找着了后，大家心就开始，上好是我会当。哦，真正，圣经甲人性写了足清楚，掠着足侪鱼。彼得讲什么？我要独占，所以他叫耶稣走开，对不对？主啊，离开我啊！伊叫耶稣走啊，因为我要独占啊。人性就是安尼啊，人不为己，狗都笑你笨，对不对？人性就是安尼，你认为安尼对不？有道理对吧？该争的要争，不该争的不要争。不该争而争叫什么？血气。该争不争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笨啊！恁头前停车场，等下讲到礼拜三就无拖来好停啊，早起足侪有好停对无？你会停伫露天的还是停伫地下的？如果你要停在露天这个，还是停在地下那个？为什么要停地下？为什么要停地下？又没有下雨，想不想停地下？啊？比较安全，比较凉快。冬天也没什么大太阳，哦，所以恁无开车，恁来这拢住伫楼顶楼骹对不？所以恁拢唔免开车。平面的很近。假日40块，地下的比较远，假日30块。啊，你要停哪一个？30块。不该争而争叫做血气，该争不争叫做笨。你国考我嘛会知影，我停30块的，爱停40块的，对不？除非讲我今仔日足赶时间是哪？虽然讲人性来讲，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是正常，但是圣经今仔这圣经彼得看到，不是讲我真掠到真侪鱼真好个，所以耶稣你走，我要独占，不是。后壁写讲什么？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所以这段经节我所看到的一个重点，我当然问恁，基督徒有几个目睭有无？不是凊彩问的。彼得的眼睛看见什么？彼得目睭看见什么？彼得目睭看见真侪鱼。彼得目睭看见船无沉落。彼得目睭看见迄个网无破去。彼得目睭看到的是这真侪的这利益。目睭，但是基督徒有几个眼睛？基督徒毋但有肉体的目睭，咱阁有属灵的目睭。所以彼得属灵目睭看见耶稣，毋是看见耶稣会当掠足侪鱼，看见耶稣的圣洁，看见家己的有诶，看见耶稣，甲看见伊家己的无共款。所以毋是用肉体目睭去看到世间这个代志安尼啊。咱偏偏活伫即个世界，咱基督徒除了讲我靠上帝若无你就无我，咱基督徒从第二个特色，就是咱毋是干那用肉体目睭去看世界，毋是用肉体目睭去看我。迄天有一个牧师甲我讲你哦，讲我啦，迄阮同学啦，无你，伊甲我笑，讲
同学，你嘛去捏一下头毛咧？阮同学伊比我少年讲，伊去捏头毛，叫我去捏头毛啦。伊目睭看到伫我头毛白白，小可白白，毋是足白，但是伊认为讲爱乌才好看。目睭看到逐个角度无共款，但是目睭看的是毋是上帝所爱？当耶稣甲彼得这两个角色，迄个时阵，你若是耶稣，望彼得所看到的是啥物？耶稣，咱今日大讲这第三主日，耶稣千辛万苦对天顶来到伫世间忍耐33年半，为咱定是世界顶。你想看觅，耶稣是为着要爱咱做什么款的选择？是爱你目睭看到的，肉体目睭看到，或者是属灵目睭所看到的？倒一个看见是耶稣所欢喜的？毋是甲咱恐吓。当咱所做的拢是耶稣所欢喜时，当咱排队上天堂的时阵，你就开始爱准备啊。有一日你见到耶稣的时阵，主啊，我真正拢做你所爱的代志。或者去到你主啊，耶稣讲啊，你在做乜会拉我毋捌你。所以彼得一些个所在，伊毋是伫遐讲啊，咱即马好行。彼得毋是伫遐个所在讲，所以我拄仔读的是罪人咧读的圣经啊。但是圣经互咱看见讲，耶稣信心伫伊的心内，互彼得看见我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当咱寄靠伫即个世间，目睭肉体吃喝嫁娶耕种改造，这个所有代志，拢甲世间人共款。但是咱甲世间人无共款，甲你隔壁每一人共款的，就是咱有属灵的性命，咱有属灵的目睭，咱会当看见咱是有罪的人。咱有迄个罪性，咱对罪性的中间，咱有真多是抵挡上帝。10条戒，上尾一条是啥物？恁莫讲，因为恁讲袂出来。但是恁定定做对无？啥物？彼得，我们刚刚在讲这些这么好，那我们就开餐厅，再多一点呢、啊，够较多咧。这叫啥物？10条戒，上尾一条戒叫啥物？毋通贪心。咱读的圣经赞，你感觉你拢无？毋通贪你厝边的驴啦、驴婢啦，因拢无，我拢无贪嘛，对无？所以你讲我没有罪啊，是这样吗？咱病是亚东医院，咱菜市仔都一个。啊？黄昏市场，咱咧市场的时阵，头家啊，伊有我来无？这叫啥物？头家啊，伊有我来无？你算遐上阮哪会算我无遐俗？这叫啥物？是毋是有贪心？会念头在内底。所以基督徒毋是干那是伫做礼拜，毋是讲啊上帝啊感谢你，输我清，输我食，输我欠钱免行。是看见我主啊，我只是贪心啊！你搁赦免我，怜悯我，我就是有罪的人，我就是一只的两者的中间。上帝，你搁愿意借着耶稣基督，互我得到救赎，这是咱的感谢，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。你我咱每一个孙仔无共款，你几个孙？一个，你几个孙？无孙，啊！你几个孙？啊！你还袂孙？每一人孙仔无面岁，但是咱基督徒每一人伫这外在条件拢无共款，咱要甲人比无？比袂过，嘛免比。但是咱基督徒比的是啥物？比的是要比啥物？我感谢主，耶稣你对我的怜悯比对啥物人较侪？对无？咱基督徒所爱比的、所掠条上帝对咱的疼，就是这个上帝对咱怜悯的疼。要承认咱有怜悯，医生熬伫倒？医生熬伫倒？毋是熬伫医生熬，是熬伫你病就重的，不是吗？耶稣来，那伊要拯救大港节。圣诞节，耶稣来要拯救，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的中间
拯救出来。所以咱今仔日读着罗马书，恁好听着洗礼，洗礼了后，我是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对倒会看出来？对，新的生命就是有新的款式，新生的样式，行为样式，行为样式，这个互你，头家讲，哇，这个互你，送你，卖，我爱。头家感觉怪怪袂？啊，你昨摕今仔日无摕？啊，原来我内面认罪悔改啊，我有新的样式，我有新的款式。凡说你毋免甲头家讲认罪悔改，但是上帝知无？耶稣知无？知。所以咱每一日只要祈祷两项代志就好。上帝啊，感谢你赏赐我什么？感谢你赦免我今仔日什么？动机。行为标准，大家无共款，大家看起来共款，但是动机无共款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基督徒本色，除了讲上帝是掌管者，基督徒，咱每一个人拢是领受耶稣基督救赎，毋是领受，迄个领受爱对倒去领，迄个领受就是对我认罪开始。你药啊摕转去，无食变会好袂？会好袂？袂好。所以毋是讲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好才摕药啊摕转去，然后咧，你爱食无？爱食药啊好才像啥物？认罪啊！主啊，我有罪，我贪心，我伫人的面前骄傲，我真爱偏袒家己。好，阮囝呆呆，阮孙嘛呆呆，对无？上帝团契是毋是安尼？好，每一个人拢咧讲，阮囝安怎，阮孙安怎，讲，这内面叫啥物？就骄傲嘛，我顶嘛，我拄啊一届班爬起，迄叫啥物？迄叫做啥物？迄嘛顶嘛，我要骄傲嘛。所以这个行为后壁，其实迄个动机，你转去好好想看，你今日倒伫面床顶，莫甲恁翁讲话，莫甲恁某讲话，你想看觅？我今日这个动机是啥物啊？你甲上帝好好啊，所算者，所讲者，主啊，怜悯我。然后呢，你还为着我是安怎有这个动机呢？真艰苦啊！真艰苦了后。你才会改变。我真艰苦，我无爱伫这捆绑的中间。但是你若好亲像咱拄仔所讲的，真好啊！耶稣，你互我食，真好啊！咱来开餐厅，安尼你伫你的罪性的中间，你去互捆绑，你阁毋知影你伫罪性的中间，这互人都真凄惨。圣经内面写讲，什么人有福气？感谢主，伊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上帝拢袂记念，即句上帝就记念。因为我问10间教会，明明启应文读过了后，问即句，因讲啥物？什么叫福气？啊，回答不出来。圣经甲你写啥物？罪得到赦免，即互人有福气。咱真做有福气的人。咱做伙来吟圣诗584首。我们先吟诗好无？歹势，这首诗就是至圣救主罪人朋友。顶届我来嘛是带大家吟这首。尽一世人牵我的手，帮赞我来伫罪恶的中间来倚靠你。第2节。甲主交陪，永远有福气。甲主交陪啥物？罪恶，罪得到赦免，永远有福气。失落这个家业也免看去，
因为咱有主通活靠。第3节，一生拖磨也善忧闷啊！救主达位，甲咱做伙，受到主的照顾，咱心是安稳的；有主通活靠，咱心是平安的。第4节，有时忧闷，主会甲咱管教。夜目无亲，也无快乐，但是呢，咱甘愿忍受，欢喜顺服，因为我决断决意，无其他通挖靠。第5节，有时呢，咱行到痴情的路途，光景无好，是真麻烦的时阵，但是主犹原甲咱安慰，赏赐咱到业的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倚靠伊。第5、第6节，咱若望天顶的福气，甲主交陪，拢免失志。吞忍，咱就听候，专心来倚靠你。咱做伙来，起立来吟，至圣救主罪人朋友。至圣救主罪人朋友，软弱的人是你所求，真正是人看我的手，让我来倚靠你，甲主交陪因有福气，提小家也免看路，家人相同若手家己，犹原是倚靠你。一生拖磨也善忧闷，求主大位予我清君，对是小个心光安稳，拢是对我可怜。有时忧闷受你教导，也无亲也无快乐，但我人生欢喜幸福，怪伊要我可怜。咸菜行到痴情路途，光景好似也满布，你着求主安慰照顾，因为我倚靠你。我若望天堂福气，甲主交通拢免失志，吞忍听候拢无要义，专心要倚靠你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毋是阮的熬，毋是阮的好，得着主你来竞选，是出于主你对阮的怜悯，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子。伫救赎耶稣基督救赎中间有份，阮成做圣徒的地位。总是阮伫圣徒的地位中间，阮犹原对象，阮伫肉体的捆绑的中间，伫罪性的中间，阮犹原伫这旧性的中间，阮伫征战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知影，阮的征战是为着要得到主的欢喜，因为阮白白领受这不配的救恩，未堪得到的救恩，阮就伫征战这件事顶面来显明阮对上帝的感谢，也显明阮对上帝的忠心。主愿献上祈祷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伫阮的心内掌权的时，互主耶稣降生伫阮心内做王。靠主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